站在美丽新时代，弘扬戏曲到玉环。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花落万家2018玉环市越剧月活动启动仪式暨浙江小百花戏曲联欢晚会的现场。中国越剧抒情柔美、浪漫缠绵，极具东方美学力量。在当今文化多样性以及与不同文化之间对话当中，越剧具有中国歌剧式的永恒魅力。今天，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名家们将和玉环越剧爱好者联袂带来精彩纷呈的越剧折子戏。他们将以声情并茂的演唱来演绎江南越韵缠绵情思中所流淌的悲欢离合与人情冷暖。他们将以载歌载舞的方式，戏里戏外共诉唱不尽的风雅江南。首先，请欣赏由玉环赣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带来的越剧《手心手背都是落》，掌声有请。多人呢。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孩子们的表演精不精彩？那么越剧好不好听呢？非常感谢我们在座观众朋友们的热情。那么江南的美丽越剧呢，迄今已有112年的历史，目前被誉为我国的第2大剧种。越剧抒情柔美，温婉如一波涟漪，静静地荡漾在心湖，不仅有种宁静致远的美丽，更有一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意境。那么在2016举世瞩目的中国杭州 G20 峰会上，由我们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毛维汤、谢群英联袂演绎的《梁祝》18相送，得到了与会各国元首的广泛赞誉。越剧迈出了国门，走遍了全世界。作为越剧人，我们为之骄傲，为之自豪。今夜晚，让我们追随那台文化盛宴，共同来聆听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国家2级演员徐耶娜和优秀青年演员洪帅联袂为大家带来的《梁祝》18相送。两兄书房门前一枝梅，世上鸟儿被当对，喜鹊满是喳喳叫，将你两兄抱起来。弟兄二人出门来，门前喜鹊成双对，从来喜鹊报喜讯，恭喜燕弟一路平安，一路平安把家归。青青湖面清水塘，鸳鸯成对玉成双。两兄啊，应得啥是女红裳？两兄你牛不牛好？配鸳鸯。配鸳鸯，配鸳鸯，可惜你应该不是女红裳。言言婉语一口气，不知道今岁月多深。你看这金的两姑娘，一男一女笑盈盈。女兄明明是男子汉，你不该叫我比女人。船子里不是他，前面到了观音堂，观音他是没来坐，我与你两兄来拜堂。眼里越瘦越荒唐，两个男儿真拜堂。
两兄，你我红颜两分开。分两兄，你家中可有妻房配？早知女兄必婚配，今日相问为何来？要是你两兄亲弟听，小弟替你来做大媒。眼里替我来做媒，看位之千金是哪一样位？谁是我？哎呀，谁是我家小九妹？她品貌举心我应台，此次多谢眼里来肉成。两兄你花轿早来抬，好的，非常感谢洪帅以及是徐叶娜所带来的《梁祝》18相送。江南有座绍兴城，城里有个小九斤，1斤半、2斤半、24两、3斤半。九斤姑娘聪慧伶俐，机智勇敢。每当父亲张姑统遇到困难被人刁难的时候，九斤姑娘总是挺身而出，为父亲排忧解难。接下来，请欣赏由玉环越剧传承中心的李美珠、叶春元所带来的《九斤姑娘十只桶》，掌声有请。南京石家高门看神的老石子农民将我难，农地一分嘛得罪我菜地为对了一副苦东啊担。阿爹阿农快要把枪谈，三十头明雨洒满，阿农还帮来菜家菜，把农吃。
儿侬听懂？干嘛侬讲嘞？他说到天亮要哭，天亮浓。谁是那清早起来的洗面桶？为与那儿子要哭，父子那个洞啊？谁是阿爸老外公？去！为神老先生黄坤那个洞？多年下来都要用，谁是一只洗家洞？我有半夜个三更要进那个洞啊！俺那爱房里的红旗拉洞啊，是么洞啊？三年老要哭与给父的洞，要不有的父给那个洞？有的覆盖是覆盖，有的覆盖是头不痛。要哭的覆盖那个洞？父的覆盖是真痛。因为要哭恩爱夫妻洞，分农啊女洞飞那洞。夫妻洞总成对，谁是早干挑死洞？哎呀女！地就在聪明真难懂，明我叫阿哥尽是那个痛，一道神像不通风符，对我给两对通，真令我学习与真，家家户户开仓空前，军万马折满人意，国王的手当中，三家六日都用尽，十字高头闹哄哄闹哄啊哄啊！哎呀你！哎，地就是同名要分来，名堂就叫杨凤通。千军万马是风中，也在凤凰树当中。凤桥绵绵像苍空，一年到夜闹哄啊哄。哎呀你！还有一只奇怪那个洞，一根黄当水当中，一根米波通天那个空。个上头一记手，个后头不隆咚，零零起来满当当，问侬啊女叫啥个拉洞？这样的东西天天见，名堂就叫屌丝啊痛啊！哎呀，阿妹，搿十只洞嘛，那点随便哭哭好噻。阿爹，侬是为苦的呀？亏大内多管巧，十只洞名都知那个道。我带起个家室往石家去啊！十年老农要想难，我难分啦道。中国戏曲精彩纷呈，南腔北调各具特色。那么接下来我也为大家演唱一首，好不好？好，感谢大家的热情。那么首先在这里呢，我也要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我叫朱丹萍。那么今晚呢，我将为大家献上的是一首非常丰富多彩的戏曲联唱。这首联唱啊，有安徽的黄梅戏、上海的沪剧、江南的粤剧和国粹京剧。愿在这五一劳动节之际，为大家送上代表着吉祥如意的东西南北风。掌声鼓励我一下，谢谢。音乐响起。郎对花，妾对花，一对对到天更响。
么分，做的什么吧？此花叫做呀嘚呀嘚喂呀，嘚喂呀，嘚喂呀，嘚喂的喂上喂叫做什么花？郎对花，妾对花，一对对到天更响。丢下一粒子，发了一颗芽，红杆子绿叶，开的是百花，结的是荷子，磨的是薄粉，做的是荷把。此花叫做呀嘚呀嘚喂呀，嘚喂呀，嘚喂呀，嘚喂的喂上喂叫做乔木花。也许太鲁莽，有得侬声声讲，我来做个媒，把侬称心肠。人在小配门后相当，门生生呀，我做媒人可像样。门生生呀，我做媒人可稳当。我阿来学艺恩生娘，爹门亲事师傅上，小为人才长得好，村里向哪个比得上？放了理就是宝，劳动身材好榜样，何况是小为眼眼照相哎，正好一对配衬上，配衬上两袖。我家一个小曲妹，聪明伶俐神敬佩，妙龙随风成水，琴棋耍千千回。我此番成曲名士，曲妹一心相同嘞。我以为暖儿姑须尽疏通，女孩儿读书也应该。此怪我弟弟太古城，终于留下我小曲妹。奶奶，您听我说，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可他比亲眷还要亲。爹爹和奶奶起身换情人，这里的奥表我也能猜出几分。他们和爹爹都一样，都有一颗红亮的心。谢谢，非常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鼓励。如果说把舞台上的演员比喻成花朵，那么在座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就是我们的阳光雨露。花儿的盛开永远离不开阳光雨露的滋润。在这里再次用最热烈的掌声感谢在座所有的观众对我们戏曲艺术的大力支持与厚爱，谢谢你们。好，接下来精彩继续。美丽的西子湖断桥边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民间传说，其中《白蛇传》的爱情故事浪漫唯美，令人回味无穷。接下来请欣赏由浙江省新松计划粤剧青年演员大赛银奖获得者、优秀青年演员张亚洲为大家带来的粤剧《白蛇传》选段《断桥》，掌声有请。
将回报给苍金山，是做魔障啊！问层层一不散，还将平他。忙转进娘子来，我喜在心上。娘子。小情儿狠下心，这叫我红刺把身藏。许仙哪里走？感谢张亚洲所带来的《白蛇传》断桥，非常
漂亮的许仙出现在我们的面前。那接下来，中国故事历久弥新，在粤剧的舞台上面，还有另一出经典的保留剧目《双珠凤》。那接下来有请玉环粤剧传承中心的金少威所带来的《双珠凤》送花楼会，掌声有请。心匆匆闻名把花送，哪顾得可是夜夜食堂中。别姑娘门房看西城，进得府来落无穷啊。小姐呀，分心暗中初见面，承蒙你独行一缕真知风。从此日千丝繁流家生计，后门四海难相逢。此情一片难自知，马身投靠金府中。所有光阴非容易，谁想到寒茶浮生，令我把莲花送。今生我要倾诉衷肠表心，愿小姐脸色细将我用。红红啊，你伴我身边一簇拥，望你景色有灵通。小姐跟前传我音，做件好事虔诚的列大功。藏好子龙几几岁，但愿得今生能够结交永。梁山伯与祝英台，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生前无缘恨悠悠，死后双双化彩蝶。在粤剧的舞台上，梁祝化蝶重生的千古绝唱，将东方美学的极致唯美与浪漫演绎得淋漓尽致。
请欣赏由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国家一级演员魏春芳、张艺清联袂为大家带来的越剧《梁祝》选段《楼台会》。想起了苏玉姐，反送苏玉，为兄我困到了你的耳湾啊！四经见你，恍若梦境，应得读书时节，你我兄弟相称，今日我该趁你眼里万事，事情不妨改成兄妹。哎，应得也妹。你兄我今日登门求亲来，两兄啊，你到底为是哪一个？谁是小妹做应得？女兄自当就是也美梁山伯与你做应得，前世因缘配龙来，见他欢笑我心碎，他怎知弟弟已叫终生配？久别重逢应欢喜，你我脸上真伤眉。两兄啊，我已经伤心事。
琴瑟无法。两兄，是应该回家以后，弟弟走之，也将我许配马家了。马家，马分财。叫你在长亭是须眉，你是老家中与故小菊妹。既然九妹就是你，你为何又许马分财？娘亲啊，难道你小妹心意尚不知？母亲愿教育马分财啊！真乃是弟弟弃了父女心，不肯把马家起来。弟弟不肯把情开，我两家花轿先来抬，当成亲来老师傅，作家庭上说起来，听吧就是有酸菜，难道不能夫妻配？牛夫的牛酸菜，夫的半夜曾上等，妻子你我是作子。当他是嫔妹，总算是夫人当他是嫔妹。要与你生生世世两相随，你我三门还是心意在，梁山把我定要娶你。你父怎可欺骗儿妇？就因马家有财有势，便可插山令我姻缘。倘若他们再不应允，我就一纸诏书告到公堂。梁兄，梁兄，弟弟他此意一句，马家有财有势，你告他何用？梁兄，是弟弟随了马家里，赢了马将军，赢了马家妹，不得马家
对不起你，你怨我恨我吧。良心应待此生依附吧。梁兄，你领去素女吧。爷们，想你我早就相生，一的为证，你即今了。范松书院山贼洞察，今世你查18里相送，也没你欢喜婚配，女兄我恰梦动还得。是四母道破天机，女兄我一路狂奔来到祝福您去救命。想不到祝福马家已经连夜，也没一许他生。怪女兄还待女本不识俊才，是女兄忘得了爷们的一番爱意生计，是女兄对不起你。爷妹，女兄想你。我想你生死昏沉。
死了。越剧《陆游与唐婉》一波三折地表现了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坎坷的仕途命运，以及令人潸然泪下的不幸婚姻。红酥手，黄藤酒，满园春色宫墙柳。下面让我们步入沈园，来聆听陆游对爱妻唐婉山盟虽在，锦书难托的千古叹息。请欣赏由浙江省舞台艺术我们新一代的领军人物、国家一级演员、文华表演奖、金桂表演奖获得者蔡哲飞为大家带来越剧《陆游与唐婉》选段《浪迹天涯》。浪
走去问完美，可愿转此缘飞开。曾在望腾去，往事似烟不空在。为什么红楼一片红纱远？为什么从头尽是心不悔？为什么青天难不乱金身？为什么寒风吹着雪中梅？山盟海誓犹在孩儿，生离死别空悲哀，深怨偏独负情泪，看满地落絮转移中伤怀。好的，欣赏完蔡老师所带来精彩的演出《陆游浪迹天涯》。那同时，非常感谢玉环市委市府对于玉环戏曲的发展传承高度的重视，多次的邀请戏曲的名家在玉环的舞台上面，进行精彩的演出，为玉环的戏曲爱好者所带来非常多的一些的精神上面的一些享受。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将会来欣赏到的是由陈一佳所带来的《中国少年梦》，掌声有请。心的梦想
中国梦就是少年梦，在伟大祖国的这样的一个复兴梦当中，首先我们来感谢一下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伴随着欢声笑语，浓缩着飞扬的激情。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在一排就座的各位领导上台和演员们合影留念，有请。好了，各位亲爱的在座的每一位的朋友们，花落万家2018玉环市越剧月活动启动仪式暨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戏曲联欢晚会圆满结束。感谢朋友们的热情，祝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事业发达、万事如意。